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其他的新闻。高雄弥道的南寮渔港，昨日有一台车直冲这个港区栽落海，车顶是一对母仔囝，后生有救回来，妈妈往生了。检调一个查，发现这个案情无单纯，互救起来的这个姓黄的男子是军人，伊是海军，因为妈妈破病真久了，做后生可能是未堪你长期照顾的压力，怎带着妈妈行就绝路。代志发生进前，伊有甲部队的顶司来表达着轻生的念头。即摆妈妈往生，后生虽然活落来，但是互认定杀害着血亲，法院是裁定受押禁见。海巡人员继续伫海域进行搜救，因为昨日有车驶入去海，边仔安检所所长听到就随落水救人。没有力气叫他妈妈这样子，只是后续他就在船上面的时候，他就哭泣之类的。30多岁黄姓驾驶互救起来人平安，不过车顶阁有伊68岁的老母。警方一查发现案情无单纯，伫咧弥道南寮渔港的一个意外，附近监视器翕到黄姓驾驶赛车载老母来到现场，过无偌久就直接冲落去海。伊伫咧海军做兵真侪年，厝内经济稳定，毋过老母长期破病，虽然毋是卫生局列管的失智长照服务个案，毋过长期需要人照顾，敢若是因为长期压力伤大，挡袂牢，才会带老母想袂开。伫咧出代志进前，阁把敲电话互部队的顶司，表达自杀的想法。虽然伊最后顺利互救起来，毋过伊的老母最后嘛是救无活。互警方用加工自杀罪移送法办，最后法院裁定受押。认该被告涉犯杀害世界血亲尊亲属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羁押之必要，故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同性。上案了后，初步判定死者应该是渡水死亡，不过也阁是爱等鉴定报告。只是专案阁有未少疑点，包括老母是毋是失智，敢有意愿和后生做伙自杀，落海的时阵是毋是清醒，这拢是追查的重点。警察虽然是依照加工自杀罪去移送，他认为这个是死者自己想死，但是检察官却是依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去起诉，那代表检察官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不想死，所以我们要查的就是这两个区别。这个意外夺走一条人命，是毋是当着压力的悲剧，也是另外有稳情检调的继续追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